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龍虎榜。今日同大家排行一下香港嘅電子騙案啊。根據最新嘅數據顯示啦，截至年底，香港騙案嘅案件呢已經係達到歷史嘅新高啊。喺年初，警方同埋立法會民建軍係指出，電子騙案仍然係整體罪案嘅最大增長來源，案件嘅數目呢突破44,000宗啊，財務損失約係91.5億元。其中投資騙案同埋電話騙案佔越70%嘅損失。今日龍虎榜呢就會用一個騙案多少嘅準則嚟排行咯，即使係排行越高，個案就會越多，而大家跌落去嗰個騙案陷阱嘅機會亦都會係越大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由第10位一路可以睇到去第1位。好啦，我哋而家即刻由第10位開始數起。第10位係博彩以及遊戲嘅騙案啊！咁呢一個騙案呢，喺香港嘅統計入邊，雖然數量唔算係最多啦，但係佢嘅危險性呢，卻係不容忽視噶。全年錄得數百宗嘅案件咯，涉及嘅金額達到數千萬元啦。騙徒往往利用大家對娛樂同埋快速收益嘅渴望，設下陷阱，令到受害者喺不知不覺間蒙受損失啊！呢一類嘅騙案主要手法包括係建立虛假嘅博彩平台啦，聲稱可以提供穩賺不賠嘅投注機會啊，或者透過遊戲點數交易去吸引玩家，以低價出售虛假嘅點數或者係裝備，喺收錢之後呢就會立即失聯啦。有啲騙徒甚至會假借優惠活動或者係官方合作嘅名義去營造一個真實感，令到玩家誤以為自己參與嘅係合法嘅交易啊。受害嘅群體以青少年同埋博彩愛好者為主啦。青少年因為缺乏警覺啊，容易被低價嘅遊戲點數吸引，而博彩愛好者呢，就會因為追求快速嘅收益，容易跌入穩賺不賠嘅陷阱。呢啲群體往往喺娛樂嘅氛圍中放鬆咗警惕，最終成為咗騙徒嘅目標啊！要避免成為受害者，最重要嘅係保持理性啦，避免喺非官方嘅平台進行交易。購買遊戲點數或者係參與博彩活動嘅時候呢，必須透過官方嘅渠道啊，並仔細核實網站或者係應用程式嘅真偽啦。家長同埋學校亦都應該加強防騙嘅教育，提醒青少年注意網上嘅陷阱，避免因為一時貪心或者係疏忽而造成金錢嘅損失。第9位就係貸款嘅騙案啦，全年錄得數百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係達到數千萬元嘅。騙徒往往會針對急需資金嘅人士，利用佢哋焦急嘅心理設下陷阱。呢一類騙案嘅常見手法呢，係假冒金融公司或者係借貸嘅平台啦，聲稱可以提供快速、低息甚至係免審批嘅貸款啦。受害人一旦心動，騙徒就會要求先繳交手續費、保證金或者係保險費啊。然而就喺俾錢之後呢，所謂嘅公司就會立即失聯，貸款自然就唔會到手啦。受害人不但失去咗金錢啊，更加可能留低咗個人嘅資料被進一步咁樣濫用啊。受害群體主要係急需資金嘅人士，包括係失業者啦、負債者啦，或者係面臨突發開支嘅家庭啊。佢哋因為急於解決財務嘅困境，容易忽略核實公司嘅背景啊，最終係落入騙局噶。防範呢一類騙案嘅關鍵在於保持冷靜同埋理性咯。大家喺申請貸款嘅時候呢，必須要核實金融公司係唔係持有合法嘅牌照，並且係透過官方嘅渠道去查證咯。正規嘅金融機構係唔會要求借款人先行支付大額嘅手續費，更加唔會以私人嘅戶口嚟到收錢。只要謹慎去核實，拒絕先付款，就可以大大降低受騙嘅風險啦。第8位係網上交友騙案，一個值得高度關注嘅陷阱啊！全年錄得1010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達到數千萬元啊！騙徒嘅主要手法係透過網上交友平台或者係社交媒體，假扮成為有吸引力嘅戀愛對象，同受害人建立起一個看似係真誠嘅感情關係啊！佢哋會花時間培養感情，甚至同受害人長期保持聯繫，營造出戀愛嘅氛圍啊！當受害人完全投入咗感情之後呢，騙徒就會開始提出各種金錢嘅要求，例如係聲稱遇到緊急情況需要援助啦、投資合作或者係旅費嘅支援啊。受害人
因為情感嘅投入啦，往往係難以拒絕嘅，最終一步步咁樣被呃走大筆嘅金錢。受害群體以單身人士同埋長者為主啊。單身人士因為渴望陪伴而容易放下戒心啦，長者咧則可能因為孤獨或者係缺乏警覺而成為咗目標啊。呢啲嘅群體喺追求情感支持嘅過程入邊，往往係忽略咗金錢往來嘅風險，令到騙徒有機可乘。真正嘅感情係唔應該建立喺金錢嘅援助上面嘅，凡係涉及金錢嘅要求咧，都必須提高警覺，並喺遇到可疑情況時立即停止聯繫啊，甚至係向警方求助。第7位就係社交媒體嘅戶口盜用騙案啦。呢個係一個相當普遍嘅陷阱，全年錄得約係2500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達到數千萬元啦。呢一類騙案嘅常見手法係假冒受害者嘅朋友或者係親人，透過社交媒體賬號向他人借錢，或者係傳送惡意嘅連結。由於賬號外觀同平日係無異嘅，受害人往往難以察覺異常，輕易相信並且係轉賬啊。另一種嘅方式就係騙徒直接盜用賬號，散播釣魚嘅連結或者係假優惠嘅活動，誘使更加多人受騙。受害群體主要係活躍於社交平台嘅人士啊，佢哋因為頻繁咁使用社交媒體啦，容易忽略咗安全嘅設定，成為騙徒嘅首要目標啊。尤其係習慣快速回覆訊息嘅人啦，更加容易喺未加思索之下中招。防範呢類騙案嘅關鍵在於加強賬號嘅保護啊，應該使用強嘅密碼啦，並定期更換，避免喺多個平台重複使用同一組嘅密碼。同時咧，開啟雙重認證嘅功能，可以有效咁樣降低賬號被盜用嘅風險啊。喺遇到朋友突如其來嘅金錢要求，應該先透過其他渠道確認真偽，切勿輕易轉賬。社交媒體本應該係聯繫人際、分享生活嘅平台，但係若果缺乏警覺咧，佢隨時會成為騙徒嘅工具。唯有提高防騙嘅意識，先可以真正保障個人財產同埋網絡嘅安全。第6位就係援交騙案啦，全年錄得2029宗嘅案件啦，涉及嘅金額達到數千萬元。騙徒嘅主要手法咧，係透過假交友平台或者係社交媒體，假扮成提供援交服務嘅人士啊，吸引受害者上釣。佢哋往往先以聊天建立信任啦，再提出金錢嘅要求啊，例如係見面費啦、交通費啦，或者係保密費啊。一旦受害者俾咗錢啦，騙徒就會立即失聯嘅啦，甚至係會進一步咁樣勒索啊，威脅公開受害者嘅個人資料同埋對話嘅記錄，以迫使受害者繼續俾錢。受害嘅群體以年輕嘅男仔為主啦，佢哋往往因為追求刺激或者係缺乏警覺咧，而落入陷阱嘅。尤其係喺缺乏安全意識嘅情況之下咧，容易被騙徒利用。由於涉及私密嘅話題啦，受害者咧往往唔敢報案，令騙徒更加肆無忌憚啦。要防範呢一類型嘅騙案，關鍵在於避免金錢嘅交易，並保護個人嘅私隱。大家應該謹慎使用交友嘅平台，切勿因為一時衝動而上當，更加唔好向陌生人透露敏感嘅資料。援交騙案表面上看似係私人嘅行為，但係背後卻係騙徒精心設計嘅陷阱。第5位係釣魚騙案，一個相當普遍嘅陷阱，全年錄得2731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都係達到數千萬元嘅。騙案嘅主要手法咧，係透過假冒銀行或者係速遞公司嘅電郵啦、短信啦，聲稱賬戶異常、貨件延誤，或者係需要重新確認資料啊，並附上連結。受害人一旦點擊咧，就會進入偽造嘅網站，輸入咗個人資料或者係銀行嘅密碼，最終導致金錢被盜啊！呢啲信息往往設計得十分逼真啦，甚至連官方標誌同埋格式都模仿得惟肖惟妙啊，令人難以分辨真偽。受害嘅群體幾乎係涵蓋所有智能手機嘅用戶啊。由於手機短信同埋電郵係日常生活中最常見嘅溝通方式啦，市民容易喺忙碌或者係疏忽嘅時候中招。如果要防範呢一類型嘅騙案咧，大家係需要保持警覺嘅，
大家應該避免隨意咁樣點擊陌生嘅連結啦。遇到銀行或者係速遞通知嘅時候咧，應該直接登入官方嘅網站或者係致電客服去查證啊，而唔係依靠短信或者係電郵入邊嘅連結。如果發現可疑嘅信息，應該立即刪除並且係舉報啊，以免更加多人受害。第4位就係求職騙案啦，全年錄得4083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達至億元啊！呢一類嘅騙案往往會針對正喺度揾緊工嘅人士，利用佢哋嘅急切心態同埋對未來嘅期待，設下精心設計嘅圈套。騙徒嘅常見手法係刊登虛假嘅招聘廣告啦，聲稱提供高薪、輕鬆或者係快速上手嘅工作機會啊。當受害人應徵之後咧，騙徒就會要求先繳交培訓費啦、保證金啦，或者係制服費咁樣嘅，甚至係以確保錄用為由啦，收取金錢。一旦付款咧，所謂嘅公司就會失聯，工作自然亦都唔存在啦。受害人咧唔單止係失去咗金錢啦，更加浪費咗時間同埋心力。受害嘅群體咧，主要係畢業生或者係轉職嘅人士啦。畢業生因為缺乏工作嘅經驗，好容易就會被高薪無需經驗嘅廣告吸引啦。而轉職人士咧，則因為急於找到新工作啦，容易忽略核實招聘公司嘅真偽啊。呢啲群體喺求職嘅過程入邊，往往都會放下戒心，成為咗騙徒嘅主要目標啊。要防範呢一類型嘅騙案咧，大家喺揾工嘅時候，應該核實招聘公司嘅背景啦，並透過官方嘅渠道查證啊。正規公司咧，從來都唔會要求求職者喺入職之前係先行俾錢嘅，更加唔會以私人戶口收取費用啦。凡係涉及金錢嘅招聘要求咧，都必須提高警覺，避免輕易相信。第3位係投資騙案，係最危險、損失金額最高嘅類型之一啦。全年錄得4753宗嘅案件，涉及嘅金額高達約30億嘅港元啦。呢一類騙案往往會利用市民追求財務增值嘅心理啦，設下零風險高回報嘅陷阱啊，令到受害者喺短時間之內損失咗巨款。騙徒嘅常見手法包括係建立一個虛假嘅投資平台啦，模仿合法嘅金融機構嘅界面，誘使受害人投入資金啊，或者係假冒投資專家，透過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群組，甚至係假直播推介所謂穩賺嘅投資計劃啦。此外咧，部分嘅騙案亦都會採用龐氏騙局嘅模式啦，先以小額回報吸引受害人加大注碼，最終喺資金鏈斷裂嘅時候全面失聯啦。受害群體主要係中年投資者同埋退休人士，佢哋往往擁有一定嘅積蓄，渴望透過投資保障未來嘅生活啦。但係就係因為過於相信專家推介或者係朋友介紹而跌入陷阱。由於金額龐大啦，呢一類騙案咧，對於受害者嘅財務同埋心理打擊咧，尤其沉重嘅。防範呢一類型嘅投資騙案咧，大家請謹記，凡係聲稱零風險高回報嘅投資計劃咧，都好大機會係陷阱啊！大家應該透過官方渠道查證平台或者係專家嘅真偽咯，並且係避免將資金轉入私人嘅戶口或者係不明來源嘅賬號啊！投資之前咧，必須係謹慎評估咯，切勿因為一時貪心而忽略咗風險啊！嚟到第2位就係電話騙案啦，全年錄得9204宗嘅案件啊，涉及嘅金額高達約係30億元嘅，同投資騙案並列為損失最嚴重嘅類型。騙徒嘅常見手法係透過電話冒充警察、政府官員、銀行職員或者係客服人員啊，聲稱咧受害人係涉及案件啦，賬戶出現異常或者係需要立即處理啊。佢哋往往用嚴肅嘅語氣製造恐慌，令到受害人喺恐慌之下失去咗判斷力，最後按照指示轉賬或者係交出個人嘅資料啊。部分嘅騙徒更加會利用來電顯示技術啦，偽造官方電話號碼，增加可信度噶。受害嘅群體咧，主要就係長者同埋獨居人士啦。由於缺乏即時求證嘅渠道啊，加上對官方身份嘅信任，佢哋更加容易喺慌亂中受騙。呢一類案件咧，
唔單止係造成金錢嘅損失啦，更加對受害人嘅心理造成沉重嘅打擊。防範電話騙案嘅關鍵在於冷靜同埋核實啦。如果接到自稱官員或者係銀行職員嘅來電，務必透過官方熱線或者係親身去到機構查證啊，切勿依照電話指示立即轉賬或者係提供個人嘅資料。任何涉及金錢嘅電話要求咧，都應該視為高度可疑噶。電話本應係日常溝通嘅工具啊，但係喺騙徒嘅操縱之下咧，而家係成為咗奪取財富嘅武器啊！唯有保持警覺，拒絕麻木咁樣相信，先至可以真正保障自身嘅安全，避免喺恐懼同埋慌亂入邊落入陷阱。好啦，咁嚟到今日龍虎榜嘅第一位就係網上購物嘅騙案啦。全年錄得11,559宗嘅案件啦，涉及金額約係2億元啦。雖然呢單宗嘅損失金額相對係較低，但係因為受害人數目龐大啦，累積起來嘅影響呢係極為嚴重嘅。騙徒嘅常見手法係包括假冒代購啦，聲稱可以以低價購得名牌商品，或者係以超低價嘅商品吸引消費者啦，但係就拒絕面交，只係接受轉賬嘅付款啦。有啲騙徒咧更加會提供偽造嘅收據啦，或者係快遞嘅單號啊，營造交易嘅真實感，令到受害人難以察覺異常啊。最後咧，商品從來都冇送達啦，而金錢咧亦都係已經落入騙徒嘅手上啦。受害嘅群體啦係以年輕人同埋習慣網購嘅人士為主啊。佢哋因為經常喺網上購物啦，容易被低價優惠或者係限量代購吸引啊。忽略咗交易安全嘅重要性，尤其係習慣透過社交平台或者係二手交易平台購物嘅人呢，更加容易成為騙徒嘅目標。防範呢一類型騙案嘅關鍵，在於選擇有信譽嘅平台進行交易，避免透過私人轉賬付款。大家應該使用官方支付嘅渠道啦，並保留完整嘅交易記錄啊。凡係拒絕面交或者係要求以私人戶口收款嘅買家呢，都應該視為高度可疑噶。網上購物咧，本應係方便生活嘅途徑啦，但係若果缺乏警覺咧，佢隨時會成為騙徒嘅陷阱啦。唯有保持理性，選擇安全嘅渠道，先至可以真正享受網購嘅便利，而不至於陷入金錢損失嘅痛苦啊！好啦，咁今日嘅龍虎榜排行咧就到呢一度啦，唔知大家有咩感想或者係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留言。我哋可以喺嗰度去討論一下咯。咁再一次呼籲啦，因為龍虎榜呢一個頻道呢係一個全新開嘅頻道啦，個訂閱人數呢仲係好少嘅，咁所以呢，龍虎榜啲片呢係好難可以俾大家見到嘅。咁希望大家呢可以花5秒嘅時間啦，免費訂閱咗呢一條頻道先。咁啊，等到呢一條頻道嘅片呢可以容易啲散播出去俾大家見到咯。咁啊，從而將來咧可以一路咁樣同大家去倒數唔同嘅東西啦。好啦，咁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啦。真係請記得訂閱、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亦都請按上小鈴鐺啦。希望喺下一條片可以再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倒數龍虎榜。下集見啦，拜拜。